继续来关心这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危机还未解除。林保署今日勘查发现，讲伫咧天然水坝下骹的800公尺，有一个更较细的崩山潭来出现，预估24点钟内就会崩。地方表示，讲对水尾影响呢是无介大，不过已经有甲4户13个人疏开，也来伫咧溪埔施工的。机具也让先刷离开，涵港便桥是看情形封桥。另外，这德鲁区影仔口的立雾溪崩山潭，中央是表示讲，明仔载开标会经优良厂商分阶段，把这水坝挖复加10公尺。直升机出动勘查，伫天顶望溪床好多和土石坑隙出现大片雾，伫花莲马大安溪崩山湖下骹差不多800公尺。林保署发现有新的崩山湖形成，引起水尾居民的不安。当然担心啊，马上听到这消息，马上就跑来这边再问看啊，原来是那个吉利潭里面有真的是有验色的，有塞到。都惊崩山湖崩起，严重冲击村庄，居民真烦恼。经过中央初步观测，这座崩山湖的储水量，伫21早起8点半，至少已经有10万吨。若是当地继续落雨，24点钟内就会溢流。小型淹塞湖可能没有多大，它的蓄水量目前10万吨，那即使蓄满也只有60万吨了。好，那60万吨其实水量是不大。那从上游下去，下到底下，即使全部都下来，大概抬高也是60到70公分。虽然中央表示新形成的崩山湖满水位差不多60万吨，就算发生溢流，影响范围嘛无大，敢若少数会影响到。不过已经提早thiết立大马爆发后壁较低地区的保全户。那船长加警方这人嘛拢有到场伫注意。因有新的堰塞湖形成，并可能溢流，请乡亲远离河道。一直广播提醒加紧thiết立入户，伫水尾溪床所巡施工的重机具嘛停止相关工程离开。不过暗讲便道已经开放，万一崩山湖崩起，用路安全同款会有危险。因马太安溪堰塞湖下方有新形成一个小型的堰塞湖，在台九线马太安溪桥变道，随时预警性封闭。那马大安溪崩山湖中央正注意，同款维持红色警戒，要伫太鲁阁影仔口形成的立雾溪崩山湖，21的上升观测，离坝顶差不多2.94公尺，准公机具到坝顶周围，不过相关的干坝工程挑战真大，目前也未开始。原来的业者，因为他开的价钱太高了，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说。可能我们会用比价的方式，找优良的厂商来比价。那原则上，明天下午会来开标。中央回应，相关的工程时间会伫22开标，选优良的厂商，一定分阶段降污10公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